乡亲啊，若是火烧厝，这个火窟上大的危害之一就是浓烟。民众若是调离火场，救援人员要安怎伫个浓烟散雾当中找到人，甲人平安带出火场咧？讲这个救命的武器就是强声的面罩。大门从哪边进去？消防人员全副武装要找大门冲入去火场。居然表示屋内还有一个人啊！楼顶阁有人掉咧，不过厝内火烧甲真猛，乌烟互时间阁较迫，消防人员由水线来拍火，把握1分1秒。除了拍火，嘛成功找到掉咧民众。好佳在伊意识清楚，干那料啊吸着浓烟，行出火场，阁有戴强生面罩，这就是救命关键。浓烟中夹带了一些高温、有毒气体及一些碳粒子。当我们如果吸入的时候呢，会导致我们的肺部一些损害，进而导致昏迷甚至死亡。所以，我们消防员就是抢救的时候呢，会背我们的空污器。至于民众呢，我们如果要带离火场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使用第二人工生面罩。2条管啊连接面罩，互民众阁有消防人员吸酸素。不过空气管啊内底空气量要有够2个人度升，所以消防人员需要判断度升的路线。若是路线距离或者是时间伤长，空气管啊内底空气量无够，就有可能会发生危机。这强生面罩通常会伫浓烟较大的时阵使用，嘛因为是紧急面罩，爱避免火，阁有高温的所在。小小的气管啊，连接2个面罩变作救命武器，唔但减少民众逃生的时间，嘛减少火警所带来伤害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